60幾歲女士由丈夫陪同到來我們辦事處，尋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女士左右耳重度弱聽已經多年，由於坊間的助聽器價錢高昂，女士只用緊一隻傳入耳式萬多元的助聽器，希望在我們這邊找到一對性價比高嘅傳入耳式助聽器，給女士試用我們的16通道 CIC Plus AI 專業助聽器。外出試機，我們的16通道 CIC Plus AI 專業助聽器，噪音抑制效果理想，人聲清晰。有冇去茶樓飲茶啊？間中。如果茶樓飲茶飲咩茶啊？普洱、壽眉、香片。飲鐵觀音啊。哦，而家我喺你後邊聽唔聽到我講嘢？聽到。清唔清楚啊？可以。有冇回音啊？冇乜咯 ，OK 咯。女士馬上決定購買我們這款16通道 CIC Plus A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女士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